破刀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漏字第34集，166条，甲这幅图钉伫这面壁，就是把这幅图钉在这面墙上哈。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钉，第二读做定，第三字读做定，定。第四字读做跪，叫钉仔跪着的跪167条，甲插头背起来，就是把插头拔起来下面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拉，第二字读做背，第三读做扭还是扣，第四字读做编。168条，本来 A 加，国中开始，人就慢慢抽长。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抽，这牵抽的意思就是讲伫个咱的衫的边仔有佮来剪一个边出来就对啦叫做牵抽。第二字这字读做抽，第三字读做丈还是重第四字读做扭还是扣。169条，你搁安怎不满，嘛毋免走对我家来瞪一瞪的你再怎么不满，也不用跑到我这里来拍桌椅抗议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等莫再读做当啦第二字读做等，第三字读做盾，矛盾的盾，第四字读做拄，拄久的拄170条，古早犯着杀人放火的罪行，拢是爱斩头就是要砍头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斩还是读做斩，第二读做斩，第三字读做砍，第四读做剁。好，感谢各位的收听。